該怎麼初次約會實在極費思量，起初先推我兩次錯，我氣焰都正常，再約便說好以里數換你獎賞，找一間小店吃飯，浪漫大戲開場，於燭光跟笑意裏談談童年，提及理想，吃到侍應生靜靜話言已打烊。飯後未倦嗎？跟我逛逛再送你歸家，我可以為你關起手機純靈魂對話，怎知道霎眼就談到赤柱了，錯過了你我的家。能像個書生錯約家人，蝴蝶滿心飛，不過未走近，多想一見即吻，但覺相襯，何妨從夏到秋慢慢抱緊，明月正偷窺這對璧人，何用太心急入晚露低溫，承襲古典小說裏優雅的情感，情願待新婚。